很多人羨慕那些努力工作、取得成功、獲得勝利的人。我們尊敬那些克服困難、得到祝福的人。但我們真正記住的人，並不是那些只為自己成功的人，而是那些願意分享，讓他人也一同經歷祝福的人。聖經中有一位叫大衛的人，他曾經經歷過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。他和手下的士兵們的家人和財物都被亞瑪力人奪走了，但大衛未有放棄。他和士兵們全力追趕敵人，最後成功地救回了所有人和他們的財產。不但如此，他們船從敵人那裡得到了更多的戰利品。但真正重要的是接下來的事。有些士兵因為太疲憊，沒有跟上隊伍。當大衛帶着勝利回嚟時，有人不想把戰利品分給這些留下的人，但大衛說：不行，這場勝利足於我們每一個人。不管是作戰的，船是留守的，都應該一起分享。之後，大衛還把這些戰利品送給猶大地府多城鎮的居民和長老們，建立了合一和聯繫。這正是我們要學習的。上帝給我們的祝福不是只為了我們自己，而是要我們去分享。不論是金錢、時間，船是一句鼓勵的話，都可以成為別人生命的祝福。當我們願意給予，祝福就會變得更大，影響更廣。耶穌是最好的榜樣。他是上帝的兒子，卻來到世上，為了我們捨棄一切。他在十字架上為我們付出生命，把上帝的祝福、生命和勝利分享給我們。他邀請我們也如此生活，去分享、去愛、去給予。無論你是誰，你都有可以給予的東西。一個善意的微笑，一句鼓勵的話，一顆樂意分享的心。讓我們一起成為祝福的管道，把愛和希望帶給身邊的人。這就是活出真正祝福的生命。